前较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海军一只 S704反舰直升机，第二日下晡伫做营训练的时，伫基地摔落涂骹，其中机工长刘尚军伤势真严重，规身躯有95拍的烧烫伤。昨暗家属放弃急救，老尾也上暗尾一口气，得送回去桃园的处理。伊伫暗时11点左右过身。海军司令部是表示会协助家属办理后事。涉来 S704反舰直升机，抑阁留伫咧事发现场，用篷布砍掉的边仔油封锁线。国军调查小组23早起到现场勘查。啊，就嘣一声，毋知对倒啦，伫内底听到嘣一声。讲遮火烧厝安尼，奇怪，哪无消防车？日下昼，这台直升机伫咧高雄左营海军反舰航空大队基地训练时阵，伫营区内意外摔来，现场规个拢淹，后面将看到现场救灾情形。飞机顶4个人拢受伤，伤势上严重的是机工长，规身躯有95%、2到3度的烧烫伤。23暗，家属忍痛放弃急救，留最后一口气送回去桃园的厝内。其他正副驾驶3位拢受伤，情形是较稳定。国防部也请台北的烧烫伤甲心脏科的权威医生落南去斗3工，会全力救治，也成立调查小组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初步怀疑有可能是尾流的风叶仔故障，掩过原因也会调查。但是看通联记录，并无人讲到有机械故障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早昨昏用电量阁创下新高，有3994万千瓦。而且台电即马是一直咧了钱，台电表示已经有准备几若套电费钱起价的调整方案。伫6月27后礼拜一，经济部召开电价审议会议的时，会互委员决定。目前是有风声讲，用电较上中的大企业，电钱有可能会起8%。不用了，上面了，对了。台电供电人员进入地下供线坑修理电缆线。台北市信义区中道发生线路开关跳脱，永吉路福林街一口里拢总1000孔21号停电，不少店面的生意受影响。那个电源出问题了，什么东西坏掉了？他说，请我们耐心等待。下晡3点外，经过台电抢修，已经全部复电。台电也公布23用电量，尖峰负载连续创新高，已经来到3994万千瓦。备转应用率也是到黄灯，数大概加是6.87%。即马台电除了供电正严，压力也大，因为燃料成本高，经营成本压力更大。外团要反映成本，7月可能会起电价，不过敢若锁定用电大户。现在通膨这么严重，收入都没有增加，以民生为主了。会出走吗？我要去哪里呀？台湾几个岛了，我一出走掉到海里。而且电价审议会要举行，台电表示已经准备几个电价调整方案，包括依照电价公式计算，全民上最调3%，也是敢若起用电大户3%。另外，还有一个版本也是锁定用电大户，不过起价幅度达到8%。主体用户部分用电度数700度、1000度这2级，也加工业用电大户，不过惊影响来数不计，所以排除百货甲大卖场。对于这个调整方案，台电并无否定，是强调即马是非常时期，电价起价无限3%。如果在正常的情况底下，就是3%。这些发电燃料的成本，现在这个几倍的在变动，已经是异常了。电价会议审议会的委员他会考虑这个因素。不过电价敢若起用电大户，不少大头家不满，甚至放调要离开来抵制。不过台电表示，台湾的工业用电电价全球第6俗的，主体电价全球第4俗的，建议用市场机制来反映成本。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今日透早花莲小连续发生2起欠站的地震。一大声是伫透早42分，花莲近海发生规模4.5正欠站的地震，上大震度伫花莲有3级。了后伫6点32分，东部海峡花莲外海是阁发生规模5.1的地震，上大震度伫宜兰是2级。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接来继续咱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是好天烧热的天气，高温有机会升悬到36度以上。气象局即马嘛有针对13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各地高温烧热，天气是真稳定。过昼了后，对流的发展会较旺，所以伫大台北、中南部各地山区拢有西北风，也是雷阵雨。温度的方面，今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3度至36度。
气象局嘛针对全国13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要提醒乡亲今仔日日头真晚爱加啉水，唔通着山。另外，明仔载开始水汽会变较济，遮方面的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过到了后各地嘛有局部短暂雨，嘛有可能会上大雨。啊，那后礼拜三开始，海面上的热带扰动就会挖进咱台湾啊，水汽共款会变较高，热带扰动敢会变风台，这部分是爱搁观察。来关心阿富汗发生规模6.1的大地震，上无已经造成是1000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目前联合国甲各国拢有出手斗相共。上新的消息是，咱台湾政府嘛决定要捐100万美金，大约3000万的新台票，帮助灾民。咱冒向阿富汗罹难者也有家属表示哀悼。小火车捡石头堆地条的边仔的居民伫倒去的厝，用手将石头搬走。阿富汗日发生规模6.1的强烈地震，震央帕克蒂卡省地震的深度敢若10公里，造成严重的灾情。目前也有一寡民众伫土石堆内，估计死伤人数也会升悬。有灾民一暝就失去19个亲人，面上的表情拢硬去。综合外国媒体报道，这个地震影响5个地区，大部分是农村甲平原地区，厝拢是土埆厝。一个拄着地震就倒，佮加上最近2天一直落雨，佮透强风，严重影响救援。日这场阿富汗将近20年来上严重的地震，因为原本都受到国际制裁，有经济甲粮食危机，佮加上基础建设、道路甲通信塔，拢因为地震歹去，无法度援助灾民，必须塔利班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求助。联合国甲国际救援组织已经运送10吨基本医疗用品加20个医疗团队、粮食以及紧急的避难设施进入当地救援。At least $15 million will be required immediately to respond to multi-sectoral needs. We are concerned about not just non-food items and getting people into shelters and providing medical supplie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政府已经联络伫阿富汗活动由华府支援的人道团体，提供必要的协助。南韩23表示，会提供100万美金的人道援助。联合国驻阿富汗特使表示，目前联合国伫阿富汗无法度提供疏查甲救援人力，只有土耳其会当提供援助，已经甲土耳其大使馆沟通协助救援。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在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大巨蛋确定伫台北市长郭文哲任内无法度开幕。阮乡自本是按算讲6月份会当摕到使用执照，10月份的时起营运，但过目前建造边境卡关，使用执照嘛也未摕到手。年底就要9合1选举啊，台北市长的换人做。台北市政府表示，10月份起营运已经是无可能的代志。来看《联合报》。大学个人申请已经放榜啊，其中考调台大医学系考生内底有一个是目前当在读台大医学系学生，伊对学测第2阶段笔试到考试，伊全部拢过关。台大是表示，定考是学生考生的权益，无法度处罚，嘛唔知影要讲啥。尾啊呢，这个学生是放弃考调的资格嘛，放弃报到，啊，若加出来的这个名额会加起7月份的大学指定考试。来看《自由时报》。台中市公有第2市场正出名的3号卤肉饭昨昏发生命案，有10个对桃园内的男男女女倒位食饭，啊，甲边仔的一群人甲因看做是有熟识朋友，转去烧酒问，也毋过对方是无意也无意，对方嘛阁敲电话是叫朋友紧来食饭，说谎误会讲是咧闹人，两边全规定相拍。其中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互刀啊毒死，警方已经抓到5个人，即摆会依照杀人罪上班。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48283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415例，死亡个案有166例。虽然疫情有咧降，也毋过中重症甲死亡个案也阁真济。死亡的个案内底有2个20多岁查甫人，拢有慢性病，过着2天就过身啊。另外，嘛新增加一个囡仔的重症，是一个1岁外的查甫囡仔，目前当伫加护病房治疗。新冠本土疫情高峰期已经过去，23摆是新增加48283个本土病例，
全台湾敢若有台中市超过7000例，超过6000例敢若有高雄市甲新北市，其他拢伫咧5000例以下。也若中档就是新增加415例，死亡的有166例。个数要下降哈，那总共整体是下降7.5%。死亡的个案内底，上少岁是2个30多岁的男性，一个有慢性肝病，另外一个有腰子的问题。这个带肝病患者有食酒的习惯，发病了后因为肺炎合并喘气衰竭死亡。也若有慢性腰子病患者是心肺衰竭，较近2天了后死亡。另外新增加一个有黑骨喘的囡仔重症的个案，是一个1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的病史，快筛阳性了后，喘气声音无啥对同。医生诊断了后，是黑骨喘合并喘气困难，加在经过治疗了后已经有改善。新马国内疫情有转好，前副总统陈建仁表示，无定到7、8月的时阵会当考虑开放边境。指挥中心嘛讲，已经根据国际疫情来做调整，开放边境是有可能的。不过专家警告，边境放凉了后，就算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 甲 BA5 侵袭台湾，短期内对台湾影响嘛无大。即马要注意的，顶多是流感。今年秋冬新冠病毒甲流感病毒这两种拢要真注意。流感再反扑呢，这个是一个警讯，代表其他的所有的地方也会面临同样的状况。黄立明提醒，最近中国广东甲福建等等的华南地区已经发出流感紧急的警示，加上休热的期间，两岸边境人流增加，流感真紧就会拖来台湾。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今年会采购610万剂的流感疫苗，按算10月初1日开始做，目前预估会当降低24%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入境，即马防疫措施放定做3天加4天的新制度，对6月15开始实施，到今已经超过1礼拜啊，所以已经有人进入后壁4天的自主防疫，只要是一人带一号快筛阴性，有需要会当出门。也阁有一个对国外要转来咱台湾陈小姐，伊讲伊伫新制度实施无偌久，有专工敲电话转来问相关的细节，也阁当当时防疫旅馆煞布沙沙。坐渡轮看那天碧海，充满着热带风情的巴哈马，是陈小姐等了2年第一遍出国的地点。时间正拄好是指挥中心将入境旅客检疫改做3+4，出入境的人有加较侪。中央甲1礼拜入境的人数限制伫咧25000人，尖峰时段机场入境通关差不多2点钟到2点半钟，以后是不是会增加人数甲类别，看情形做调整。等于这几周事实上都还在观察。至于说要往上扩充的部分，这个部分当然是要看我们国内疫情有没有持续的下降。那再来就是，这会关系到我们的医疗量能。陈小姐落飞机了，做喙瘾检测，得到入境检疫凭证，就领行李出关。不过因为伊的身躯顶有出一寡红粒仔，被怀疑是高刀，伫检疫房甲医生通电话真久，才安全出关。防疫的意思就是透过就是语音电话的方式来问诊，但是他后来就认为就是可能猴痘的感染性就是不是很大，所以呢，他们就希望我回到饭店继续隔离。敌人排队坐防疫计程车，拄到旅馆，李干事就是打电话来确认伊身躯顶粒仔的情形。结束3天的检疫行程的前一天，陈小姐申请要改自主防疫地点，只要地方政府核准通过，第4天符合1人1户就当换所在检疫。不过3+4的新制度都开始实施，免讲当事人连旅馆也无写清楚。那旅馆那边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就一直说坚持说希望可以订8天，然后打了192，就说原则上呢是还是要3+4，然后都要在同一个地点。等到我人到了台湾之后呢，有一些施行细则就慢慢的出来了。第4天饭点，陈小姐就离开旅馆。后边4天符合1人1户快筛阴性，就当出发工作甲买物件。不过无电子围篱或者是相关限制，是不是大家拢会遵守规定？指挥中心讲会看1礼拜状况，再来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上前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34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8356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计共超过348万例。日本是超过900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嘅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8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100万例。欧洲嘅国家伫英国是超过2200万例，法国是已经超过3000万例。欧盟伫昨昏正式接受乌克兰加做欧盟的候选国。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讲，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不过，巴尔干有6个国家就无遮尔好运，因为也是担保候选国这个身份，想要加入欧盟的路也阁路长。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报告好消息，因得到欧盟领袖支持，正做候选国。Тільки що отримали кандидатство. Це перемога. Чекали 120 днів і 30 років. 伫欧盟峰会23伫咧比利时布鲁塞尔开战前，外界就预兆这种结果。一个伫战争中的乌克兰人有啥物看法？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звичайно. Тоді це якийсь захист і надія на краще життя. Наші проблеми, що були, вони не вирішені, вони лишилися. Євросоюз свої права захищає. Нас вони не дуже цікавить, їх цікавлять свої інтереси. 欧盟速度正紧、正团结的，和乌克兰正做候选国，和乌克兰会当进一步摆脱俄罗斯的影响，甲西方更加紧密的结合作伙。伫咧乌克兰西南边边的一个东欧小国摩尔多瓦，也被接受正做候选国。俄战争一开始惊被影响，就宣布政治紧急状态，关闭领空。3月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The countries all have to do homework before moving to the next stage of the accession process. But I am convinced that they will all move as swiftly as possible and work as hard as possible to implement the necessary reforms. 不过，已经有候选资格几多年的巴尔干6个国家：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科索沃、蒙特内哥罗、北马其顿加塞尔维亚是也无法度加入。Russian aggression on Ukraine is a threat to al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in this context, European Union enlargement to the Western Balkans should be seen as a necessity, but also an investment in the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讲，乌克兰人对得到候选国的地位免欢喜甲伤早，因为要加入欧盟规个程序爱开真久的时间，加入进程就要改革，政府就要稳定、民主、尊重人权，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做到符合欧盟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司法等规范的要求。一般这寡若拢要做到到，就要几多年的时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金砖各国领导人昨昏是用视讯会议的方式开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发表视讯演说，伊的焦点是放伫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事。伊嘛强调金砖各国爱合作，做伙对抗西方的体系。那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嘛有讲话，伊强调即马全世界的经济会发生危机，拢是西方的国家家己做得来。金砖5国领导人23用视讯进行第14遍的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时阵讲，金砖国家作为重要新兴市场甲发展中大国，爱发出公平正义的声音，推动国际社会做到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反对单边制裁、滥用制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超越霸权主义的小圈子。金砖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中国今年是主席国，俄罗斯自2月24出兵攻打乌克兰，和欧美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被迫找寻新的市场，加强甲非洲也个亚洲国家的关系。普京讲，全世界经济有这么危机，是一寡国家苦路无详细自私的行动。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честной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 можно искать выходы из той кризис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оторая сложилась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з-за непродуманных, эгоистич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отде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оторые, используя финансов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по сути, перекладывают на весь мир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ошибки в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相比较俄罗斯甲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批评，南非总统拉马佛沙的谈话是注重伫咧解决国内散车、疫苗取得，一个跨国贸易投资的问题。巴西总统波索纳罗讲，对金砖5国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持开放的态度。印度总理莫迪是偏袒敏感的话题，注重伫咧论坛的本身，希望金砖5国会当激发新创企业之间的交流。
公司新闻郑伟林将健康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高转疫情已经拖到全世界48个国家，超过3200确定病例啊。WHO 上紧会伫今仔日公布，敢要甲高转来做国际上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美国拍算要开放6岁至14岁的少年囡仔会当做莫德纳预防针。另外，南非的疫情即马转好，是拍算要取消所有的防疫规定甲防疫限制，而且嘛唔免阁挂喙安。美国最近正在发生枪击案，所以美国的纽约州有限制炸枪的规定。不过，这个规定是互美国的最高法院判是违反宪法的，这是引起美国总统拜登批评讲，这个判决无道理。中国昨昏阁宣布讲，咱台湾冷冻的巴郎一款鱼啊，外包装互验出新型冠状病毒，所以要暂停这个产品进口，要暂停1礼拜。业者是表示会去调查，讲是倒位啊出问题。那咱食药署是表示，目前全世界敢若中国会做这款检验，所以是建议咱国内业者爱加强自主管理。工厂铁门打广告，因为疫情，入厂人员要配合防体温挂喙安。在宜兰5家的东湖食品公司陆续防疫，不过23却被中国海关总署点名，冷冻的四盘鱼包装样本验出新冠阳性。公司表示要来进行内部调查。车站，中国发布嘉南北道公司对大鱼外包装检出新冠阳性，无到半个月，阁发生第2件。两件拢是台湾水产工业农业工会会员。中报参加食品展的秘书长指出，产品出口进行一定检查，车辆货柜拢会清销过去，若有产品互人客诉，货柜内底真垃圾，业者后来先伫关柜进行翕相存证，不过病毒都较歹比较办理。有一些会员已经比较敏感到说这个事情可能会连续性的发展，所以大家也会在他的产品要出口的时候，会多做一道的那个清销的一个动作。食药署表示，台湾要针对外包装检验新冠病毒反应，不过就算验出阳性，还阁进一步分离出活病毒，才会销毁体温。目前，中国毒保全球的做法，业者也可能应加强管理。函请所辖地方卫生局也督促业者，也要自己做好自主管理，执行环境消毒。农委会表示，还未发现病毒透过水产品传染予人的实例，希望中国提出完整科学证据。农委会也指出，中国检验包装的做法已经引起真侪国家的关注。台湾议员希望对方应提出科学证据，不过到即马议员在等待对方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政治上的消息来关心年底9合1选举，即马新竹市现任的市长林志坚已经要代表民进党去参选桃园市长，那副市长沈惠虹是要参选新竹市长，因两个人拢准备要辞职拼选战。有民众即马就在积极讲，安尼下半年新竹市政府的市政敢芳会行。民进党是回应表示，请时去拼选战，才是对选民的负责态度。新竹市现任市长林志坚已经确定代表民进党选后一年的桃园市长，户口最近嘛就刷去桃园。民众党质疑市长参副市长拢准备辞职去选举，下半年市政恐惊会芳袂叮当。创下了国内外政坛都极其罕见的，竟然可以为了一场选举、一座城市的正副市长双双离开，这样子一个离谱的情况。未来如果今天中央派任的代理市长是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代理市长，到底为什么他可以来主持这些所有的新竹的这些我们讲市政大局？民进党把大动作开记者会，除了针对质疑提出回应，而且表示林志坚准备交接给现任的副市长，就是希望市政会使继续传承落去。沈惠虹的辞职，这才叫真负责，对市民展现诚意跟决心。我们就等着看高虹安是不是要脚踏2条船，是不是不会辞职立委来参选市长。后续也会有代理市长，市政建设并不会因此停摆。国民党嘛在23早起出来宣布的国民党市议员，展现团结的决心。3个政党差不多同时间开记者会，选举气氛愈来愈热烈。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即马长日体65岁以上的是单子第4档预防射，昨昏第2天天气阁真热，真侪人去排队排尾1-2点钟是排到去片面。市政府是申请讲注射率原本敢若按4-5成，也毋过尾也有来7成。伫边仔骹人是叉，附近的人行道排队嘛排到落长。台中市莫德纳疫苗注射站，甲65岁以上的集会人注第4档疫苗，已经进入第2天。想袂到台中大里土城社区活动中心的现场，人也是客甲袂过。外口日头是真美，集会人伫遐排队排1-2点钟，是强要掉刷。你为什么不弄个空旷的学校好啊？给我们呢？我晒死了，我战死了，我中暑了。第3剂的话，它有分那个70岁到65岁，这次没有啊，全部都混在一起啊，65岁以上全部都来啊。民政局长吴世伟表示，到23中昼为止的统计，伫1天半以内，有1101841个人来注射。伊相信讲，原本按算来注射的差不多是4-5成尔，结果煞来7成的人，是超过因原本的按算。预防新冠肺炎动作，除了注疫苗以外，医界即嘛有新的进展。台中营总为一个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体内验出一种细菌有几种抗药性，或者传染度黄金杆菌。医疗团队以第3代基因定序的技术，头一届发现 BLA-CCRA 抗药性基因，这对医师伫临床开药和患者是真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发现呢，在这个多重抗药性细菌里面，台湾之前在这个细菌上面没有发现过的。台中营总表示，用过做细菌的培养，若紧是2-3天，慢就要1礼拜。医师才会当决定要用什么款的抗生素、甲剂量来治疗患者。即马发现基因型了后，未来会当透过核酸检测，1天内就会当有检验的结果。这个成果嘛已经发表伫咧国际医学期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镜头来高雄，伫香港是有金宝海鲜舫，最近这只船是沉入大海。高雄某一个亲像是海上餐厅的海上香宫这间餐厅是2000年开的，当时是开8亿起的，毋过做无1档就收起来啊。尾啊，这只船停伫高雄港停21档，但高雄港务分公司已经接手这只船，按算要甲拆掉。状况较正气派，这是西元2000年5月，伫高雄港开幕的海上风宫餐厅。这间餐厅由2只叫做海上风宫、海上鱼图的平台船搭建，是台湾头一座有合法经营执照的海上餐厅。开幕时阵，未少民众来食，营业较无1年，拄着经营纠纷、内部问题，反当年3月倒去。2只船拢封扣押，也长期滞留伫高雄港，到甲即马21年啊，本来真抢赢的海上风宫餐厅，即马船的大门拢落惨，旧凹旧臭。是足水的啦，食做大只的，人足济啦，吼。都个少年的啦。没开多久啊？没开多久。我印象中好像几个月而已啊，没有用就拆掉啊，不然也造成危险。讲起海上风宫，当地居民也有印象。餐厅倒去了后，高雄港的管理单位也甲这间餐厅上大的借款人高雄港务分公司，考虑船破旧影响港区安全甲形象，国家高雄电影法院今年6月第2届拍卖也是无人买，决定承接。该船只常年滞港，且海上航空公司均未派员巡检及定期检修，影响港区安全，他船停泊权利及港区形象甚具。高雄港务分公司表示，海上风宫餐厅拢总欠因3000多万，2只船扣除出来的借款，会阁甲律师研究安怎处理。按过船的点到了后，就委外拆除，宣告海上风宫行入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这几天有真侪民间团体也是学校，拢会发起去海沙埔捡粪扫净滩的活动。伫稳定的下轮国校啊，嘛有带学生囡仔去海边捡粪扫，而且佮甲这个捡回来废弃物重新整理。伫美术课的时候，囡仔创作。海沙埔满满的废弃物，有塑胶杆仔、鱼网仔等等，翘翘的载家规车。这个直直压腰捡粪扫、热心咧净滩的囡仔，拢是云林县口湖乡下轮国小的学生。有许多垃圾会在海滩上消除这些垃圾，也可以让民众也来的时候也不会太多受伤。很多外国的啊，或者是很多奇怪的东西，我觉得环境保护很重要，不要乱丢垃圾。为着要推动环境教育，培养保护环境的观念，
下轮国小拢会带学生囡仔去净滩，即马搁进一步要用即寡海洋废弃物重新再利用做美术课的作品。这个废弃物回去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清理，然后让学生去针对这废弃物的形态去做一个发想，去结合我们学校的一个民俗义政，然后去做一个海废丝头。海洋的环境教育，那当然其中最重要一个就是净滩的活动，捡到的东西那个海废融入我们的艺术课程，透过这样的艺术品，然后他会更喜欢，然后更爱这一片海洋。那互学生有难忘的净滩甲创作的经验，学校也结合当咧推广的狮仔灯，希望用即寡废弃物来制作狮仔头，打造一个特别的纪念品，互环保的观念愈深刻。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爬山专家李忠汉5月份的时，以无早上诉用无上诉的方式爬世界第3关峰，感谢张家峰，嘛正做咱台湾史上的头一个。无上诉攻击海拔8586公尺，世界第3高峰，感谢张家峰已经是5月份进行的代志。不过吕忠汉被当中的6支手指头啊，也有3支包起来，等肉慢慢发出来。就是不用到截肢啦，对，但是就是必须去面对，因为无氧这么多次，或者你不断在做这件事情，总是会付出代价啦。付出比去年更较严重的重伤代价，吕忠汉即马本来应该伫国外继续攻顶，即马甘能伫台湾继续休养。想起即摆落山的时阵出现断片，我分不清是生也是死。伊讲是上恐怖的一摆经验。2个小时多，我是在做攀爬，做一些技术的操作，然后再往下走。对，然后等到我第2次有记忆的时候，我发现，那我到底是活着还是死掉的？2天的时间，我都觉得那个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自己这样。李家己发起前进14峰的大梦计划已经成功，无上诉爬完7顶峰。不过吕忠汉讲，即摆拍破家己对无上诉认知的极限，未来无一定爱无上诉攻顶。但上好2023年春天，要攻向第8座的顶峰。记者综合报道。伫一寡较庄脚的所在，看到的毋是老人，就是囡仔。伫花莲玉里，即嘛有一个退休的国中老师，是主心咧陪即阵囡仔大汉。伊是用做木工的技术，带一阵少年家陪因大汉，教因工艺，留踮故乡，打造在地新产业。明仔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日帮节目，甲乡亲咱做伙来去花莲玉里看看。伫花莲玉里，因为经济条件较欠缺。为着未来发展，真侪少年人拢出外打拼，敢若剩老大人甲囡仔踮伫故乡，历史家庭失灵。王家立原本是高中的老师，20多年来发现靠体制教育要改变囡仔的未来也无够，伊决定提早退休，带较早高中木工班毕业的学生，打造在地产业。其实人活咧，还佫有足侪代志会当做。我想讲安尼来陪伴因，啊，我想讲，这囡仔，我感觉讲因的手吼，因的双手实在是，我感觉足强的安尼，我想讲来教因做物件。改变总算互人看到啊！2019年，花莲林管处开始甲王家立合作，木材提供互在地使用，嘛希望甲人才找回来，活化地方的产业甲经济。即几个对伫王家立分书边的少年家。做安尼，就有机会留伫玉里，替故乡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木工助理就其实也开始会学会看图，去自己实做一些家具。平常老师会跟我们讲说，脾气小一点，耐心多一点。这边的小孩子其实很容易就是因为碰到挫折就放弃，没有旁边的人去给他鼓励的话，他很容易就离开了。让他们开阔视野，知道说其实留在家乡不是不好。要让这个意念留下来。除了当年会伫台北办展览，甲这少年囡仔的心血甲成果，互外界了解以外，王家立嘛甲袂少学校合作办课程，互资源无济囡仔嘛会当有对工艺兴趣，还佫有学习的动力。透过创作的过程，帮助因好好行出家己的路。记者吴定武、吴文良花莲报道。由人参果推出年度的大作品，伫今年9月份会首演，而且佫利用5G的技术，伫宝港的地点，互大家看到同一场演出。我找到可以唱
加西装新型的转山仪式，用乐舞演出的创作形态，由人声鼓演出年度的作品《转山》。0秒差的一种，把2个世界不同的世界时空交汇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能量，那么让我想到了我们藏传的密宗的一个修行方法，叫做观想。除了本来有的弄鼓甲集体表演，佮加入袂少戏剧元素，也要挑战利用5G 的技术。伫同一地点展现国家戏剧院，也加新北市的金瓜石地质公园本山矿场，无共所在即时演出。频宽高、低延迟，然后多连接。5G 的这个基地台的信号，利用我们这个系统，然后跟一些工具结合，本山矿场这样的一个美景。透过5G 的一个连线，可以给现场所有的观众这么的落地的一件事情，我其实一时之间好像有点难把它跟悠人神鼓过去给我们那样子比较出世的那样子的感觉能够连接在一起。但是回过头来又一想，又觉得好像再自然不过了。这个创作是配合文化部推动艺术甲5G科技跨领域应用，希望冰冷的科技甲温暖的艺术结合，一旦开创出艺文发展的新模式。记者综合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目前咱国内有8,000人申请移风社住所了后的不良反应救济，严格卫福部即阵才审600多件。有民众就表示讲，伊已经伫国外红诊断是罕见 AZ 副作用的症候群，提出申请已经4个月过啊，严格中央煞甲硬讲，也搁咧调病历，互伊无法度接受。长达3、4个月的，就是整个下肢是神经痛，痛到都没办法睡觉。看了骨科，然后照了核磁共振，又看了神经外科，看了神经内科，看了内分泌科，看了感染科，都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我的真正的病因是什么。47岁的李小姐真无奈，讲家己去年6月份做过第1期 AZ 了后，看骨科的医生，到即马换过血肿、吐拐啊，才有法度行。伊讲家己是去中国看诊，才诊断是格林巴利症候群，是一种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了后引发的急性多发性神经炎。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甲伊列做是 AZ 疫苗罕见的副作用。李小姐表示，今年2月份提出国内疫苗救济申请，按号排6000多号，不过卫福部即马才审到600多号。现在审了600件，那全部有8000件哈，到底什么时候审得完哈？根据卫福部181年度 COVID-19 疫苗审议的结果，统计到今年5月26日 ，Moderna 有123件 ，BNT 11件，高端14件 ，AZ 上介多有304件，救济金超过2600多万。立委甲民众拢希望现在作业会当更较紧的，也爱放量认定标准。因为它整个病程有的比较长所以我们那个病例调的有时候会比较久，都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所谓的这个预防接种不良事件因果关系评估的准则。所谓的这个文献上没有的话，无法确定部分都会尽量横着，让这个民众可以获得这个一般的一个补助。除了承诺会赶紧审议，中央也表示已经加派卡手倒调病例，也让这作业的速度会当更较紧。记者阿明晶曾派文台北报道。脑血管的疾病伫咱台湾10大死因是排第4，当年会增加3万个至5万个脑中风的患者，而且有少年化的趋势。脑中风学会，也有脑中风病友协会，即马是有做伙推出照护手册，希望要建立咱国内民众有防甲照护的观念。我老婆生病之后更前更后，我们完全没办法自理，人生彩色变黑白了这样子。今年63岁江先生6当前胸脑中风，经过福建医疗才到达血管，但是中风了后需要长期的照护。台湾脑中风协会甲病友协会特别推广中长期照护卫教手册。从预防到急性期到慢性期，所以我想今天的重点在中长期的照护，而这个慢性期才是长期的痛。手中风半冬后，有40成的人可能出现骹手斑美、手册有解说现象、治疗方式等等。另外，医师嘛讲，近年来中风的发生率超高，过去6个人可能有1个人中风，即马是4个就有1个。年纪更加，45岁以下的发生率有12%左右，甲生活的形态有关系。
终究他们有三高的人，他的危险性是比没有三高的人来得大，但是这个中风是可预防的，所以可预防就是从三高的事情来控制着手。医师表示，脑血管疾病伫国人10大的死因排名第4位，逐当大概增加3至5万的脑中风患者。若有中风过，又搁中风的几率嘛较悬，镜头死亡率嘛会提悬。希望透过手册，互民众了解预防的观念。记者陈亚文、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今年10月份，嘉义县是要主办全民运动会，配合国家新南向的政策。即马嘛有专工特别设一个新南向国家五人制的骹球交流赛，希望会当增加咱台湾人甲移工互相交流。县政府已经举办开球典礼，6月25分区的预赛就要起鼓。一脚甲球踢入去球门内底，嘉义县长黄忠良替新南向国家五人制骹球交流赛开球。希望透过交流赛展现对新南向国家的重视，嘛增加移工的休闲娱乐。那东南亚基本上在足球是非常狂热的，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全民运，第一次把它纳进来，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来参与，然后一起来参加台湾的体育盛事。2022年全民运动会10月7日要伫嘉义县举办，今年特别由官方举办新南向国家五人制骹球交流赛，全国有64队报名，其中以泰国甲越南的队伍上侪。6月25南区预赛就要开始踢，有报名的移工球队就讲，真欢喜台湾有这款的比赛。第一次能够在我们台湾最基层的这个全民运动会里面列为一个项目，我想这是台湾整个社会对于我们重新的透过这个足球，把我们的移工朋友当成是自己人，那这个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个突破。可以参加那个我们台湾这边的融入台湾的文化啊，也是会带有我们的一个体育的精神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嘉义县政府指出，移工是台湾真重要的劳动力，骹球是因上喜意的运动。全民运动会增加移工的参与，唔但提升骹球运动的风气，嘛会当透过运动增加新南向国家甲台湾的交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再去看世界，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伫美国参议院，伊是表示，因为通货膨胀压不落来，所以美国联准会有可能会继续调悬利息。鲍尔嘛承认讲，有一好就无两好，利息愈来愈悬，可能嘛造成经济衰退。伫顶礼拜新冠利息3倍了后，联准会主席鲍尔礼拜二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发表证词时阵表示，为了使通货膨胀恢复到2%，佮维持较强的劳动市场，要持续升关利息。We anticipate that ongoing rate increases will be appropriate. The pace of those changes will continue to depend on the incoming data and the evolving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受到俄乌战争甲中国疫情封城因素影响，美国5月通货膨胀率意外升悬到8.6%，必须联准会升关利息。鲍尔伫听证会上特别承认，未来通货膨胀变数也真悬，联准会必须另外应变，也有可能一困升关4倍。面对其中选举压力的两党议员，也就城市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提出质疑。Do you agree with the perspective that if interest rates go too high, too fast, it could drive us into a recession? Of course, we're not trying to provoke and don't think that we will need to provoke a recession. But we do think it'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we restore price stability. 鲍尔坦别承认，硬座利率上上紧上悬，确实有引起经济衰退的风险。不过，压制通货膨胀也是目前赶紧爱做的代志。根据路透社调查，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预测，联准会第7月会阁升关3码，9月时阵会阁升2码。联准会顶礼拜的消息显示，美国利率到年底会来到3.4%。唔那美国，南美国家阿根廷的民众也因为通货膨胀强要制作未调，当地货车司机礼拜3要大罢工，抗议柴油欠缺继续大起，因先群加挡占领圣佩德罗公路，故意车慢慢开，致使交通严重大塞车。Estamos reclamando que nos abastezca con combustible y que nos cobren el precio que dice el surtidor. 类似的抗议活动最近也伫南韩甲欧洲地区出现，高通货膨胀现象等影响全球。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经过5年的筹备，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自治开放媒体去采访啊。7月初2时就会对外开放，冒向北京的故宫只有914件文物去展览，其中有166件是1级的文物。特别落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伊是表示，伊希望透过这展览，加强香港人对中国的认同，嘛认同家己是中国人。
伫维多利亚港边西九文化区占地13000平方公尺、70楼高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经过5年筹备，22举行开幕典礼，展出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出914件文物，其中166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是故宫博物院在1925年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外界展品，数量之多、级别之高是从来没有的。是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文化发展的支持。香港故宫的7项开幕典，为故宫为皇家宫殿到博物馆的历史甲宫廷生活等题材，佫有大量嘅亮点文物，比如北宋白袖囡仔枕、南宋画家雕绘作品、13.5公尺长的江山万里图，甲乾隆时期的彩云、好手指、金龙纹、南龙袍。因为爱保护文物，部分爱轮换展出，定期为1个月到1年。館嘅理念係點樣樣？我都重申一次，我哋係要去推動中國文化藝術嘅傳承與傳播。特別喺香港，我哋希望係做多啲，特別俾青少年，我哋俾多啲機會佢哋去認識、欣賞我哋中國傳統文化。同一時間，我哋亦希望透過我哋嘅館去促進世界文明嘅對話。最後一擺用香港特首身份出席公開活動嘅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香港對國家歷史及民族文化教育宣傳一個加強，希望香港故宮借助北京故宮及其他中國博物館嘅力量，來推動港人嘅身份認同。香港故宮7月7日會正式對外開放，門票是50港票，學生台票190塊。公視新聞王亞峰報道。世界有影真心色。英國有一個藝術家，佇因兜徛家按上百粒攝影機翕一寡野生動物的動態，記錄這動物的生活，而且佫開放直播，讓全世界的人攏會當看到這畫面。其中動物生活內底，鳥頭鳥飼鳥仔的過程上界清，逐工攏有全世界無共所在來的2萬人在看。在出世無偌久的鳥頭鳥向媽媽曬奶，住佇英國約克郡的藝術家富勒透過網絡直播，將住佇徛家附近高雄份鳥頭鳥一家生活點滴傳送到世界各地，逐工吸2萬人來看。I think there's a lot on the news and television at the moment, which is, it's hard viewing, and this is just peaceful. It's a break, really, from the hectic world, and it's just that moment of calm and tranquility where they're able to watch nature. 富勒3年前伫徛家附近裝上百温馨攝影機，專門攝野生動物的樣貌，這動物直播畫面伫疫情封城期間特別受歡迎。這隻鳥頭鳥小寶寶第一擺聽到講雷公，行到退幾啊步，伊練的大目睭真高水，就吸240萬人次點閱率，也未有美國、南韓甲荷蘭等地。We've recently been watching Robert Fuller's live stream instead of sports. It's so peaceful and comforting compared to something like sports where everyone's yelling, everyone's just enjoying the wildlife. 富勒伫 YouTube 動物頻道已經有50萬訂戶，伊表示伊觀眾就親像看劇共款是看袂sen而且還有幾個好處是簡單會直接推出，24小時當然先看直播的即時畫面。You almost can't stop because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new happening. 公視新聞曾回面報道。來關心環境，美國中西部主要的經濟是靠農牧業，需要真濟水。不過因為可旱關係，當地2大州即馬當地受濟水。美國中西部大平原區的內布拉斯加州，一個伫伊西南部的科羅拉多州的經濟，攏是以農牧業為主，灌溉用的水是大代誌。差不多100年前，2個州有簽一項協定，劃分伫咧成長季節使用南布拉德河水源的方式，也准雷州伫咧科州內面起運河，佇成長季節過了，甲出嚟水抽過去。不過，即馬因為城市的發展甲開發，兩邊開始伫咧冤家。That's one of our fears as we see the huge urban developments. I hesitate to use the word sprawl, but the huge urban developments in Colorado is threatening some of our water and. 今年春天，雷州的議會投票通過，開始起名叫做帕金斯關運河的計劃，和科州的農民真緊張。My son and I farm and ranch together, and we have about 22,000 acres of grass and about 1,300 cows, about 10,000 acres of farmland, and about 4,500 acres of that
is irrigated, and the water for that irrigation comes from the Ogallala Aquifer. 原本考州的农民是用连接南普拉特河的奥加拉拉调水站伫咧灌溉，伫咧唔是生产季节，也就是冬天时阵，将村内水抽来补充调水站，互马年用。因过若气温好，雷州就村内水的使用权，考州恐惊被迫采取旱作农业，收成会减真多。 Pull that main resource out, where are you at? And that's very concerning. Not so much for me, maybe, because I'm getting close that I'd love to retire in a couple of years, but my 30-year-old son, what's he gonna do? 雷州的农民也讲，因也想要守护自19世纪以来祖先一代一代传来家园农场，气运河才有机会永续发展。其这条运河至少爱几多年，所以这场水权的争议也阁有通弯。公司新闻王亚芳编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各地咱共款是好天烧热的天气，过昼了后爱细致西北风甲雷阵雨。另外明仔开始水汽会变较济，食方面的东南部也有乡村半岛雨嘛较粗。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6度。 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5度至32度。 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